歡迎嚟到 Metalingua 嘅老師使用操作指南。這條片將會介紹如何設定遊戲房間。登入後點擊腳印圖示按鈕，展開快速功能選單，選擇你想建立遊戲房間嘅遊戲，角色將會自動走到遊戲中心。選擇你想要嘅難度 ：Easy、Normal、Hard 或 Expert。點擊 Create 建立新嘅遊戲房間。喺主題方面，你可以選擇預設主題，如需自定主題，請點擊空白欄位並輸入你想要嘅內容，然後設定所需選項，例如玩家人數、遊戲時間及目標分數。如需將遊戲房間分配給指定學生，請點擊畫面右側嘅 Pick Players。你可以選擇特定學生，並設定遊戲房間嘅開始時間。完成所有嘅設定後，點擊 Confirm， 系統將顯示遊戲房間嘅編號。透過以上嘅步驟，你可以輕鬆為學生建立及管理遊戲房間。